最近，皇后山村嘅居民對食水質素問題表達咗強烈擔憂。佢哋發現食水入邊出現黑色沉澱物，引發對健康安全嘅疑慮。以下係居民嘅真實心聲。呢排咧發現嗰啲水咧好多一點一點，一放水啊，嗰啲一點一點全部衝出嚟，就有啲擔心咯，唔知會唔會食壞人。樓下實在好難買嘅礦泉水，個個都爭住買咯。家裡面如果按照過濾器的話，可能會好一點，但是不知道有的老人家或者沒條件按過濾器的話，這個水還是挺擔心的，因為有時候老人家不會注意這些問題的嘛。面對居民嘅焦慮，區議員同相關政府部門都積極跟進，希望可以盡快解決問題。喺5月30號，其實我都收到差唔多超過100個嘅居民咧，同我哋反映呢個水質嘅問題嘅。當時我哋即刻反映咗俾水務署啦、房屋署等有關嘅部門去跟進。咁而喺6月1號咧，皇后山嘅關愛隊咧，亦都係喺多個地點咧派發咗一啲樽裝水。咁但係當時發現咧，居民對呢一方面咧，亦都有所顧慮嘅。所以水務署同埋房屋署當即咧，喺每一座包括皇后山村啦、山麗苑嘅地下咧，亦都安排咗一啲水箱去俾居民去使用嘅。咁我哋都係持續同埋房屋署同埋水務署等部門咧，一直喺度溝通嘅。除咗臨時措施，相關政府部門其實亦都採取咗更長遠嘅改善計劃，以確保水質安全。房署咧已經喺所有嘅入水點嘅位置加設咗呢個0.1 mm 嘅濾水網，而皇后山村咧喺入水嘅位置咧，入到每座大廈咧都會仲有2層入水網，包括咧喺呢個入去地下水缸同埋由地下水缸奔上天台水缸嘅位置咧，本身係由1 mm 嘅入水網，而家升級做咧0.1 mm 嘅入水網，期望咧署方呢啲嘅措施咧能夠有效咁咧去到徹底去到隔離一啲嘅沉澱物。咁啊，而家嘅報告我哋見到咧，無論喺水缸嘅位置啊、天台水缸位置啊，房署同埋水務署話俾我哋聽，其實已經冇咗黑色嘅沉澱物嚟㗎啦。經過一系列嘅努力，初步嘅成果已經顯現，但居民嘅疑慮仍然需要進一步消除。咁經過部門呢幾日持續嘅跟進咧，咁我哋都發現咗情況係持續有改善嘅。咁我哋收到啲個別嘅個案咧，我哋都會轉介俾部門啦，去上門去沖洗水錶嘅。都建議有關部門可以利用最新嘅一啲科技啦，去檢視翻類似沙頭角公路一帶嘅一啲老舊嘅喉管啦，提早發現問題，可以盡早去做一啲維修或者更換。皇后山村嘅食水問題正喺度逐步改善，居民嘅健康同埋信心係完善地區治理嘅頭等大事，希望同類事件唔會再發生。